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權阿權妹。像阿權妹我一下最近都攞杯做生嘅啲台北嘛，有陣時當主頭就係有新攞杯嘅喜球嘅，就係愛去攞杯食飯。唔過一下去攞杯食飯，哎呦，真勁係見來見貴。唔過做吃飯嘅時間，輕幸福嘅事情係乜嘅？就係你做的有一碗飯，有肉，有湯，有飲料，今後還有甜點。用佢一個貴嘅套餐，係唔係食咧就吃到輕幸福、輕滿足？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件傳統，你就做得食咧到按到東西，做得按滿足嘅食飽飽全部卡來分享。今日嘅節目地度，我來同大家分享，來分享人哋來賓，來分享劉桂玲姐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劉桂玲，很高興今天來介紹我們家的餐廳。哦，分享哦，謝謝阿沙下來係傳統嘅，那個一位算係人哋主廚哦，來分享大大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嘉慶，也可以叫我大大。很高興來客家電視台錄影，謝謝。唔好緊張，兩位都算我的同鄉，我妹沒有你人，我沒有你公幹人，然後桂玲姐係沒有你頭屋人，然後大大西湖都算能進啦。夫君嚟聽聽，唔過也到兩下共下來合作，共下到也中原大學要夫君呢。可以一件傳統，是的，對。哦，沒有你人，中文該不會來到桃園來開店咯？因為我們後來跑來就是定居在中壢啦。哦，就是生活圈附近。對，都是在中壢了。都後就縣都要中年台後要找素材，大家知道學生很可怕，吃飯吃很多，但是桂玲姐跟大大唔講飲食的啦。是的，沒錯。對，我們就是希望說小朋友出外啊，那。其實我們家餐廳的菜就是讓他們想要有回到家的感覺，然後盡情的吃飯，然後只要飯有可以，我都可以讓他們繼續一直續碗，一直續碗，不用錢的，對，因為我們都是每天現點現，就是早上煮的，對，都不會留，所以就是盡量就是給他們。沒有食天啦，對不對？就是要一起嘛，所以就是當天煮，當天就吃完。可能會丟掉處理掉。用就清打掃，就不給他們吃，對，就到我們賣完為止。哦，可能有那種校隊的啊，體育校隊的啊，那個帥的學生啊，就會吃很多飯。有，不用校隊，都蠻厲害的，都蠻厲害。因為小朋友都在成長當中嘛，所以大學還沒長完嗎？還沒長完，還很會吃，還很會吃。對，古時候就會一種人講哦，有一種冷是阿婆覺得冷，但有一種餓是媽媽覺得餓。是，就是桂玲姐跟大大希望本來到nhà傳統食飯的學生都可以有這種滿足，是的，有安用嘅幸福嘅感覺。而且nhà的店的位也是選在中原大學附近，有一間看起來有一些咧。露頭擺露食的感覺，一個老磚房，對不對？對，老磚房沒錯。那當初我們會選那邊，是因為它離大馬路是有稍微一點點距離，它比較不會那麼吵雜。因為我覺得那個環境比較清幽一點。我覺得大馬路上太吵了，那個環境。在那邊工作，你也覺得心情比較愉快。真的，我看起來就覺得很漂亮哇！雅迪都會空間沒凍漿布置得很漂亮。還可以，就是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改變它，就是用它舊有的。原本的一些造型，然後我們就是只是把桌椅啊放一放啊這樣子，而且連地板也沒有再多鋪，就是它原始的樣子，它原始的樣子，就很有味道哎。對，沒錯。那個窗戶要門牆哎，那這個現在還留着的不容易耶。對。所以當初就是這樣子，沒有特別再去說，哎呀，復古咖啡廳、復古餐廳，沒有，它就是磚房是原本的一個對一個樣子，那我們只是說把它稍微再做了一下，像那個八仙的那個。就是我們另外自己再掛上去的木頭的那木雕的八仙，就是我們自己再掛上去。很棒哎，很公哎，剛剛看到你家的店的那個店名的那個書法字，很漂亮哎。這個下來，它就是我們用 A3 紙放大，然後刻鏤空，然後把它固定好，然後我們再上漆，上完漆再用
毛笔在描边，我们贴了3天。你多才多艺耶，不但这样煮饭，连扛棒去嘎粥。想说用布条，对，就太奇怪哦，布条就很丑。可是因为我们刚好围墙这么大，我们不会想去破坏它，就刚好就找那种，那算是字体比较适合的，对，就刚好这样子放大，很好看。然后自己修了3天那个毛边。他蹲在那边蹲的都的，对，我们就是全部都是自己一手打造。他蹲那边就蹲了3天，然后就一直漆，一直描，一直描。不过像暗涌给这样子的一个亚照，算是有一点年代的这个建筑了，而且中原大学也是有一段历史，是，所以英国有董你对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学生时代的回忆。是啊，我们之前就有一位，就是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吧，或比我再小一点点，大概就是40-50岁的一位男士。他就说：“我小姐，我要预定位置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他说：“我要订你们家前面的位置。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好，没问题。”指定位置，指定对。然后来了以后，他就吃饱以后，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小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就住这一间呢。”我说：“啊，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他拿出他大学时候的相片给我看，结果一看，哇，连我们家的那个窗户都还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那个相片里是他年轻时候的他。哦，真的是青黑上的时间，都太后的时间。对，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就住在那一间，他的房间就是住那一间，所以我们家的外面门的上面都还有写号码，9号啊、8号啊这样子。好棒的回忆，古时候哈尼都可能就会过几年就会有后上的证了，说桂林姐，我以前都在这里吃饭，我以前都坐这个位置。有啊，我们新的回忆，去年就有小朋友那时候他们要考硕士，所以寒假几乎都会在这边读书，我们就陪了他们那个寒假，结果他很厉害，他考到台清交3所他都上，他今年还会特地回来说，阿姨我就是要回来吃你的饭，我说哦好啊，欢迎，对，所以好窝心哦，很窝心，对，一样就会真嘅对好上嘅事情，都在说嚟到一串亲蛮久、亲幸福嘅一串番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棒、很珍贵的回忆。古时候今日节目中，我们就会来同大家分享家的嘅后面是，我们先从这个台式的打抛猪开始，泰嘎迪这个打抛猪是泰国清油苗嘅料理，不过你们做了一个台式的改良，对不对？大大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的猪肉是用台湾的温体猪，还要温体猪哦，然后我们是用后腿，猪后腿，然后会比较粗脚，就是才比较有那种颗粒，对，因为一般你如果是不挑选的羔牛，你去外面去买一般的羔牛的话，你可能不知道它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，除非你特别跟那个肉店的老板去自听哦，我要什么什么部位的绞肉，所以你就是用指定部位的绞肉。我们是先跟他预定，因为有时候他会卖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预定，不然他有时候他要留给客人。很用心就是为了绞尽，所以对，就为了那个部位，一定要先预定，不然有时候会抢不到。而且后腿你知道一只猪就2条，对，真的会抢不到。一天的话可能就是2只、4只，太晚去就没有了。太晚去会没有，一定要预定。大口味的台式打抛猪就一定要有猪的黑脚比给牛。最好吃的，你觉得最完美的比例？对。那个打抛的部分，因为打抛是泰国很有名的一种植物，叫打抛叶。对，打抛叶。可是因为打抛叶它味道比较刺激，台湾有些没办法接受，所以我们改为台湾的九层塔。九层塔是大家比较习惯那个香气，而且它赶紧清好色气颜茶。对，大家比较喜欢九层塔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是加我们的菜单上面是加了台式，我们没有泰式打抛猪所以我们是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我们是用九层塔，所以我们特别注明是台式的。按有咩清油气改提色啦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在这个肉的品质是非常要求的。对，一定要用后腿，然后一定要用台湾黑猪。真的是
有差，就比较没有腥味。对，主厨就是不一样，有没有？他很精准的判断，某 Q 用给牛走起来就会某 Q 用给你。他对食材非常的挑剔，真的哦。而且刚刚有讲到，其实饭它讲油嘅饭，青菜饮生，因为设计到温色的肉都走的可以加饭，但是这个饭呢，很多饮其实自助餐也是一直加饭，可是饭的品质有时候你可能就觉得，好像没有这么好吃。但是对于人家的店面嘅饭，米饭这个部分，人家的我们家的米也是坚持的，就是我们一定用桃园在地的米，然后是用的是寿司米，所以它会吃起来会比较饱，比较饱满，然后会比较有 Q 劲，对，弹牙，水分比较足够，所以我们家大是不怕客人吃的，他就会说尽量加饭，所以我们家米也要用好。也要用好米，这样子很满足哎，就是色类都好色的饭，韩国又有好色的呀料理，不过唔单像安尼哦，还有当到好色的儿童太阳轮培养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係仲要見阿權妹，就像我上一堂講嘅，係講食飯做隻食到飯，好食的主菜，又有湯，還有又有甜點，又有飲料，要真正係一件輕幸福、輕享受的事情。對我來講，我呀下食飯，我咪係希望做的挑選到這樣子的，有這樣子的一個套餐。故說我呀下講到我就真正當上來當一道去桂林跟大大的店，做的類似按用清滿酒的一餐飯。故說剛剛有講到主餐了，然後有講到飯其實咪清要求。還有糖沖奶就會清好色糖，應該你哈家人都懂好色糖，對，沒錯，對不對？都不卡吃飯時間就聽說會有一碗湯，對，就會有一包糖，一定要的，必備。沒有就覺得好像少了什麼，趁緊好時間冇糖就唔拉澎湃感覺，對不對？所以糖呀的我們很要求，是，對。像我們家的雞湯的話，我的湯底就是用蔬果去熬燉的，而且它很清澈，是它很清澈，是清爽。對，因為我的湯底是先用譬如說季節性的比較蔬菜的，就是紅蘿蔔啊、白蘿蔔啊，或者是玉米粒啊、香菇啊這些，或者是高麗菜，好清香哦，對，很清香，對，去熬煮，大概這個湯底大概要熬煮個2-3個小時，然後再加上雞肉本身一隻完美的雞腿肉下去，跟它一起搭配。起鍋的時候，我再放一點點那個香氣，是會帶一點蘋果香，因為我切了一點點小小的蘋果丁，這樣子，對，青米會送走髒邊了，是，讓它有一點蘋果香氣，又不會去搶它，搶雞肉的，對，雞湯的味道，就是蘋果丁先切好，湯是熱的下去，瞬間從香氣會冒出來。是它會有一點沖煮一下，按用給如果你直接放下去一起煮，它可能會泡比較久，會爛掉。對，香氣就沒有了。還有，你確定可以講嗎？沒關係啊，沒關係啊，我都偷偷學起來了。沒關係。他們愛煮湯，愛就喜歡按用粥。好東西可以大家互相學習啊。很棒哎，而且愛糖講，這個飯的副湯是有一整隻給比耶都底肚。对，它這個就是它這個主餐就是梅鹽雞湯的話，它就是裡面有一隻雞腿，去骨的雞腿，所以不用擔心骨頭的問題。我們家都是怕小朋友覺得說有骨頭很麻煩，所以我們家的所有的雞腿肉都是去骨的。好適合我，是，我就是很不會啃骨頭的人。有一次小朋友來說，阿姨，你不是說都沒有骨頭嗎？為什麼還有一個？他是說那個骨輪那個地方就是軟骨，就是不是是。轉角的那個，那個，他竟然跟我講說，阿姨，你不是說都沒骨頭嗎？有些人懂好色給到收菜呢。是啊，因為那邊是最有咬感。他竟然跟我講說，阿姨，你不是說都沒骨頭嗎？我說哦，可是如果沒有那一塊的話，你的肌肉會整個縮掉，就沒有那個形狀。所以有時候客人他們會跟你在那邊對答的時候，你會覺得他們有些問題是很可愛的。很有趣，對。哇，古時候很快點糖都按充實，給一份糖，我這看起來滿滿的料在裡面，是，很豐盛的感覺。而且單槍有創按用氣咖嘅算是打拋台式打拋，就是結合自己嘅創意，然後給調整口味。還有港式的主餐都底肚，什麼港式為什麼會做港式的料理呢？
港式料理就是一开始是老板娘桂玲姐自己想要做港式料理，因为我们之前有时候就是会去香港玩嘛，然后后来那时候疫情的时候。就大家都不能出国了，对。那我们那时候有开了一家茶餐厅，就是港式茶餐厅，也有开过港式茶餐厅，然后是2位合作，对。然后做一做之后呢，那我们刚好就是第一波疫情，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算了，就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来到中原，我们想说，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蛮喜欢吃的，而且。香港人来吃以后，他们也觉得说，口味是蛮有调了，有变成台式呢。可是他们又觉得说，是他们很能接受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继续叉烧肉，就是黯然销魂饭跟那个滑蛋牛肉，我们就继续把它沿用。对，所以店里现在有用香港式的料理，对，就是叉烧肉，还有滑蛋牛肉跟滑蛋虾仁这样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叉烧肉，好好吃哦！谢谢，很港式的味道。对，正常来讲是要带一点肥肉，可是因为我们的客群是比较不吃肥肉，所以我们就比较用是瘦肉，然后我们上面是有特别加我们的麦芽糖水。对，爱吃到那边有一层甜甜的。港式如果在正常是偏咸哦，淋点糖水下去烤，它就会带点甜，综合掉就不会那么咸。而且虽然讲羊肉係酱的无皮的，不过会跟它炒一点都不会涩涩的感觉，完全不会，而且它还有一点中药的香料的味道，我觉得好香，很味道很好。特别有调一个葱姜汁再淋上去，所以它不是这么单纯看到的，好像很简单的茶烧。它其实是三个层次的，对，所以就是甜中带咸，甜中带咸，然后还要有层次，某种用跟米稀要堆叠起来，对，堆叠起来，不是单纯的就是咸咸的，然后又比较瘦肉，就是有些人现在养生比较，对，像养生料理开始有点风行，对，他们就是不想吃那种肥肥的，所以我们为了迎合台湾人。我们都改成这样子哦。不过其实爱吃豆在商圈，其实中原也算是一个商圈，是。然后懂得给后商然后甚至居民也会去那边逛街，中立桃园的人都可能会去中原那边来逛街。其实豆给片商圈你要在里面经营很久给店面，其实没很简单。没错，有观察过，其实很可怕吗？那边的汰换率其实蛮高的，很高，非常高。那边算是中立的一级战区，你们就在一级战区里耶？我们在一级战区的巷子里，一级战区的边缘，没有在他们的正中心。对，但是要坚持下来，要他走几多年呢？到现在4、5年了。人家说创业过第1年就很不简单了，过3年他就是已经算是已经有打到一个基础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店，可以按用给店给听欧洲按用给料理，比如说菜饭汤这样子的一个料理的规划，其实也是有做过调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之前有去跑外送。所以现在外送我是把它当成市场调查，就是我不管早餐、晚餐、午餐、宵夜，然后半夜时段我都有去跑，我看店家卖什么，然后它的价钱，然后什么东西比较多人点，然后外送大概都是哪个区块在点，什么时间点会比较多人。而且你做的看得到，你看好生嘛该哪一种店的订单比较多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店比较多，我就会去。我没有跑的时候，我就会去买他的餐，吃看看。我会去吃，说这家店我今天一直在送它，代表它一定很好吃，那我就会去买。创业真的没按简单呢，要好好的经营一间店。我也很想创业啊，但是我就没有想到可以用跑外送的方法，你都得来调查一下。可是说在蛮累的，因为不是单纯的送餐，是送完餐你要去做功课。对，你要去为什么他生意可以这么好？对，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按简单，而且2位其实一直以来都做传饮，就是一直在做生类这个行业里面，对，没错，几乎
可能一开始有在摸索期，但是后面都一直在做这个，做很久的时间。所以我想要问2位，一车做事呢，其实挺辛苦，因为不管是在厨房还是在前面面对客人，都是蛮累的一件事情。2位很用诶，嘛个通力本也要坚持一车做一件事情。桂玲姐先分享好了。我是觉得，我们那边的客人，就我觉得中原大学这边的客人，学生都非常的可爱。因为其实我们家是吃饱饭才结账的，那我每次都会问他们说，有没有吃饱啊？然后再就是餐点有没有合口味？从他们的一些言谈当中，就跟他们做一个交流就对了。所以我觉得热情啦，就是我一直秉持着，就是有1000个客人，但倒不如那个客人是回头1000次的回头客。对，要回头1000次是真心爱，是真心爱。可是我们那边真的很多这种小朋友，真的会，因为送太后7年，1年365天，3、4就1000，没有，他还要扣掉寒暑假。对，但是还是1000多天呢。对，我们家真的有那个，还有1天给我来2次的，真的有。董珠生安普有没有生？真的有，这么喜欢。对，那大大嘞？我是一开始是做资讯工程，可是因为每天穿着西装，然后到处跑，我觉得很无聊。后来我就跑去餐厅，就是慢慢从学徒开始做起。为什么你头发没有基础，也不是什么餐饮科？我从外面就是一开始那时候连22K，从连肉啊刀都不会拿，就是慢慢的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做久，就是觉得这样在打游戏，男生就喜欢打游戏，对，就不会无聊，因为每一道菜每次做，我觉得都像在做动作游戏，解谜，有各种综合，像玩游戏，说实在就不会无聊，所以就才撑到现在。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形容，原来吃到1星期，老周料理的挑战就当做打游戏，要克服一关一关的难关恐用。故说爱用个通力本家的技术来做传音，来做这类东西，还有很多故事来同大家来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欢迎大家又再度复起来咧！我是综艺圈阿群妹，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桂玲姐同大家就可以见传堂，看到呀中原大学副圈的听听啊，刚才有讲到青岛好吃的料理，不过撒下来将要进入算是你们店里的招牌。对不对？对，招牌椒麻鸡是，对的。这个椒麻鸡为什么会成为招牌呢？来介绍一下。我们椒麻鸡，它是用湿粉，也就是外面说的脆皮鸡排那种感觉。就是它的粉感觉给黑，看起来是比较有厚度的，对，所以它会脆脆的，就变成炸出来是外酥。内韧会保留它的肉汁哦，但是我很好奇，要就会给我们一副去卡拉 OK 来问的，就是我们既然今天有个专业的厨师，就会雷同他的工艺。他刚刚讲的湿粉，它跟干粉有没有跟某空用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或许是什么用途适合用干粉，什么用途适合用湿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湿粉的话，通常就是湿粉，它是裹一层面衣，通常适合淋酱，就是会淋上去的料理，适合用湿粉。干粉就是韩式炸鸡，应该也是湿粉。韩式炸鸡是湿粉，对，就是你酱是淋上去的，没有下去炒啊烩，就适合使用湿粉。单纯用淋的适合用湿粉。那我们干粉的话，像是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它是下去可能烩一下就起来，对，这种面衣，对，面衣它要保持它的脆，它是裹一层，可是不会太厚。如果用湿粉下去，它就会软软的，就没有那个口感。这时候就是菜就是改用是干粉，或是像我们的炸猪排，
炸猪排有些人有分湿粉跟干粉。对，干粉的话是一般比较常见，通常都是用地瓜粉，就是偏有一颗一颗颗粒的，对，偏古早味。有些人是用湿粉，就是可是它是用比较稀，就是薄薄一层。便当店的有时候对，便当店就是薄薄一层的湿粉。然后外面有些什么日式猪排那种就是湿粉，那就是比较稠一点，就是看个人的喜好。哦，所以某 Q 用，但是这一道椒麻鸡是用湿粉炸出来的。对。然后底度跟酱料也是你们特调的，对不对？是我们家的花椒油是自己去，就是花椒油对，所以我们家的椒麻鸡吃起来是有一点麻麻辣辣，它是偏就是有一点云南口味的，想吃，所以就是花椒口感。有些人吃可能会觉得嘴巴会舌头会有点麻麻的，对，跟一般的泰式椒麻鸡，我们不是泰式的，我们不是泰式。对，我觉得你跟一般来讲有一些椒麻鸡，它的酸度会很强烈，但是我觉得你们很刚好，对，酸甜度很刚好。我们的椒麻鸡是不辣，我没有特别跟客人强调这一点，客人是蛮惊讶，因为可能很多人不吃辣，但是有麻。对，我不知道你等一下会不会后面嘴巴有感觉了，对，因为麻对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有些人会觉得很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感觉。我现在就是刚刚好，因为我爱吃黑董浩生麻辣的口味的，是，然后我觉得亚哈爱吃的就是一点点，这边有一点点麻麻的味道，但是是很刚好的，没有太刺激这样。不会太刺激，因为有些椒麻鸡的麻真的有点太麻，就是嘴唇这边就会麻麻的。因为我们都是寻求一个平衡点，我们家的所有的菜都是想要找一个平衡点，可是又让你有层次感，然后都自己调整，全部都是自己调整过。自家嘅米食，自家中意嘅口味，再跟同大家来分享。对，所以其实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每一道料理，然后而且我觉得材料的挑选上也很用心。毕竟我眼下顺丰看到的这个菠萝花生颗颗菠萝堡，它有自己的名字，花生颗颗菠萝堡，看起来就很像是港式的菠萝油，但是以底度不用的东西很在地，很桃园反挑。对，我们用的是龙潭的花生糖非常有名，对，然后我们是找我们自己认识朋友的店家，跟他拿他的花生。然后花生酱呢，我们另外再找，然后花生我们自己把它研磨之后，把它混合在一起。然后菠萝呢，是请我的一个烘焙的一个专家老师，他帮我们烘焙的菠萝。对。所以再加上炼乳，它就会比较温顺。对，它是一个罪恶的一个。它是限量的，对，因为太忙的时候没办法做。是，对。好快乐哦，很快乐又很罪恶。对，是没错。但是学生可以啦，学生当然可以啊，学生活动量很大，对，可以，这应该很受欢迎吧？很受欢迎啊，所以只要它出现的时候，几乎每一桌就会点。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太忙，然后刚好要配合，所以它真的是隐藏版、限量版啊，隐藏版、限量版甜点，它不是常常出现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应该比较常出现的是咸臭茶哦，对，仙草茶是我们用关西的仙草哦。那我都有给我们家的所有来的客人都有一杯冷饮，就是我都是用这个仙草。冬瓜仙草，然后冬瓜我是用冬瓜砖熬煮的，我不是用那个什么调和液，对我不是用对，我都是每天用那个冬瓜砖去熬煮做出来的这一杯。我做人就真运动用心啲嘅经营传承，而且我其实有去甲私底下有调摸一下家私，我觉得真的是太便宜了，真的。当然我啲台北物价有一点点落差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子的价格做在食到这么满足跟一船饭，对于学生来讲，学生应该都就是超喜欢的。是，应该不止学生，居民也会去吃。居民也会啊，只是他们常常抢不到位置，因为我们学生就在隔壁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而且我们家他们餐期到还没到之前，我们家可能已经坐满了，然后外面就已经有人在等了，然后外来的客人呢怎么这么多人在等？然后要等的话才会有位置，不然的话，有些人就会想说，那我下次再来。这样子对，那我们家大概只有礼拜天的时候，
外面来的客人才能够吃得到，不然都是被学生占据。啊，古早爱去特别偷只能等寒暑假。寒暑假，对，学生放假去了，对不对？是，那就是比较少，还是有。好，是比较少。我跟七家讲哎，寒暑假他有给 visa 的，都不是排队排安久。不过可能没有那个选择，因为其实大家就是一个专业的厨师，学过各式的料理，各种某用嘅料理都好高。古时候迄种上诶听作嘅法是可以在里面就是订桌合菜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合菜是采预定，因为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合菜是没有菜单，我们是先问客人他想吃什么食材，对，然后我们依据那个食材给出他的烹饪方式，然后菜名给他客人去选择。所以需要先跟客人要开个会这样子，对，而且讨论一下。像鱼的话，有清蒸，有红烧，有糖醋，然后鱼你想用什么鱼？一般可能就鲈鱼、无锅鱼，或者是你有些客人比较有钱，想吃石斑，我都可以弄，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就是这样子到这么仔细的客制化。对，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菜单就不好开。不如让客人选择，自己选，因为他今天来预定，我就给他吃他想要的。好棒哦！用个丰盛哎，吃到没黑那个一种路线，但这样你不会很辛苦吗？你每种都要会做，所以变成我们一定要事先讨论啊。就是我们把我会的、我会做的跟客人讲，除非客人有特别指定一些比较麻烦的，然后说这道菜可能没办法，就先跟客人沟通，因为他提早预定，我们也可以提早准备。客人也觉得 OK， 像客人有时候预定我们店里没有的，像客家小炒，对，有些人就爱吃这味，我就做给他，或是姜丝大肠、四季肥肠，我们也弄给他，全部就。他上次有个客人特别指定要泰式柠檬鱼，我说清蒸我们就蒸给他。或是吃烤鸭双拼，烤鸭也可以，就是你想吃，我们都弄给你。很棒哎，这样子的方式也可以，对，只要提前。我是说甜点我不会做，可是我们有师傅，认识的同学都是专业乙级，他会帮我处理。很棒哎，就完全的客制化，你好吃马该就不会马该，而且店里面其实那个空间也是可以提供包场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对，可以提供包场。那有时候就是一些朋友的聚餐呐、庆生呐，像有一次就是我想说应该只是普通的聚餐，又没想到突然来了一群就是年轻人，大概20-30岁，带了粉红气球、蓝气球，原来这次的是猜宝宝性别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对，猜宝宝性别趴，然后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所以那一场是很吵、很乱、很吵、很乱，对，可是他们很嗨、很开心，对，很开心，因为可以有自己专属的空间，对，而且主要是。现在的人对于小宝宝，大家会非常有一个期待的心理，然后就觉得说很快乐，然后还在那边对赌啊，赌男生还是赌女生啊？分钱的时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。感觉桂林姐你很开心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看得很快乐。然后我还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插？可不可以插股？对，我也要插。很有趣哈，故事很快。我知道有两个人嘅同乡没有理念哦，对家的做嘅事情，对家的传统有多嘅热忱。把你们自己喜欢的同台分享，故事我们同乡亲朋友分享家的嘅故事哦。故事我今日谢谢桂林姐跟大家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。每上天司机头天观众朋友嘅舒可以休息一下，等下天天欣赏向下来走圆通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？我记得啦，我来福喜来嘅免数听站，韩国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，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影片嘅连接啦，记得我分享出